連續霸榜中山城區嘅一個銷冠項目啊！點解咁話？因為佢由高峰期嘅18000蚊一平方，降到而家單價11000蚊，而且係大精裝修，現樓即買即入住。可以見到啦，成個屋苑嘅環境都係做得非常之舒服噶，係按照我哋新加坡嘅一個園林去進行設計嘅。咁而家跟住鏡頭一齊上去佢嘅示範單位。OK， 上到嚟實體嘅示範單位，90平方，居然俾你做到咁大嘅一個廚房喎，並且3件配套係方大品牌，係我哋一個交流標準。呢一套總價 total 計埋落嚟咧係105萬左右，帶埋豪華精裝修。現時發展商要錢不要貨啊，贈送埋我哋全屋嘅家私家電同埋一個車位俾到你噶，並且仲有埋我哋一個1年嘅物業管理費啊。咁呢度嘅交通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噶，步行500米就係我哋中旅彩虹嘅一個上車點啦，係可以直接送你翻到香港嘅太子、荃灣、東涌、尖沙咀噶。咁周邊配套亦都係非常之成熟啦。落樓就係我哋一個1+1超市噶啦。咁去到我哋嘅華發商都、天悦城、興中廣場，講緊都係10零分鐘嘅一個時間噶。中意行3號嘅朋友，10零分鐘亦都係可以去到中山嘅3號噶。咁對呢度感興趣嘅朋友，馬上 call 我帶你到實地睇樓啦！